會繼續照計時繼續進行呢個比賽啦，我哋唔會再計任何分數啦。因為呢場比賽咧，根據我哋有礙規則咧，我哋曉星 U6、U7咧已經係勝出咗呢場比賽。雖然唔計分數啊，但我希望家長啊、球員們都係繼續為我哋喺場上面嘅球員打打氣啊！佢哋要繼續完成埋呢場賽事啊！10分鐘過咗啦，所以而家係 B 陣容落場啊！雖然分數唔計，但係你都照樣繼續努力打落去嘅防守啊！你見到 B 陣容咧，標準派咗佢嘅得分王，另外一球員繼續落場。至於我哋曉星咧，就係我哋 Logan 3個啲人打波。Even 負責處理呢個邊線波啊，大家到進攻嗰度啊，攞到，好在處理呢做咗一個好靚嘅3次快攻，好在下30號起手，好在下亦都揀掂波出界啊！所以係黃色曉星嘅球權，我 Logan 負責處理呢個底線波，係 Ruby 落場休息，係有咩㗎？望到係啦 ，OK， 俾 Logan 多咗唔夠力啦，我攞翻出嚟 ，OK， 犯規啊 Logan。好罰球，係啦，其他球員企喺30步嘅後面，係啦，唔好喐就得啦。David 再睇 ，David 再褪後邊 ，David。第一球嘅球入咗嘅，我哋球爭少少，繼續由曉星開波啊！擊球收波，繼續擊球收波。好在 Raymond， 哦，
前鋒，隊友未望到，好多人睇到，好再過咗個隊友，自己搞掂係咪？係啊，爭少少，調翻防守啦，係啊，呢邊拉斯加，係你咪趕得切翻嚟，好緊，喂，搶到籃板，帶定啲先，好中波。呢份搶到籃板，呢份搶到籃板啊！好，小力佢哋幾大啊！哇，真係俾佢搞掂喎！雖然有冇波啊，不過隔離都睇見有好嘅條交咗先啦。冇人停追，繼續成功加到，好底線。我繼續係 Futures 嘅球權啊！我哋仲有機會開個底線波。啱啱做到啲戰術出嚟，攞到呢2分啦。打得好，哦，呢個攞到，呢個第二個機會，咁好，我Futures兩支球員，兩支球員互相傳送。好，再俾翻23號，見到籃板，好人好嚟，俾到David嗰邊佢就搞緊條道小心，好快揮。有我哋兩邊球員都要小心啊，因為呢度係硬地嘅球場啦，同我哋收落收工。如果參賽教練咧發現球員有殺傷嘅情況咧，其實我哋呢度都有少少夠用嘅，如果有需要嘅都可以過翻嚟同我哋攞啊。好嘅，就係表示啊，好，仲有冇人？好，歡迎開波。記得係Nicholas，攞得分。係啊，你教練睇一睇佢啦。繼續佢爭啲搞錯咗方向啦。OK，好，俾到Logan，Logan攞翻定個波先。好啦，手。今次可以啦，第2球嚟個攻入啦，俾到Nicholas右邊係前區嘅，望到前邊隊友出邊空晒，犀利係啦，差少少，得，好邊好快啊！呢個球員，我等後球，打翻俾3號，好嘢個中距離。
個標準得分盤係小童啊，子型來有色，99個球員出場。哦，分別第二個啦。係嗰邊繼續俾壓力啊！呢個成功收到，攞到，係啦，俾咗 Logan 開齋未啊 ？Logan 係啊，爭少少。好啦，要守波啦，要守波啦！Logan 拋波，我跑到低 ，OK。只要佢有手喺邊度攞波，係真係救出嚟。